哦，真气啊！快点哈，真气啊！那个鱼干了，上一个都还。哦，等一下，等一下，你俩口角先破两了吧？哦，先老破了。哦，这个也会。哦不，还有10分钟。放一个，放一个啊！哎呀，有的。你啊，使劲乱不得？来了来了哦！他们再给他煮一个啊！放一个，后吃后吃，快点！2、3。啊！没有，嘿。
yang tia tong ni kan san tong ni kan ro tong ni kan de tong ni kan jar tong ni kan ka ni ba tong kan ni ba tong kan ni ba tong kan se ma ma tong kan ra me ki ba tong kan se ma me chowa tong se ma ma na tu ki ba tong ni kan ka ni ko ni tong ge tong de tong ni kan ni dan za to je ka ba dan san to jang gong to lo to sa no no ni kan ga re so ma mo re da
啊，那个自己买。茶，哎，喝茶完了就马上走了哦，不要耽误圈了噻。来。哎，可以的，他都给我写出来。哦，那写过去，这个应该这么写。长辈，现场的所有亲朋，大家中午好。这边有声音啊！今天来到这里是参加一对新人的婚礼。咱们结婚就是少数民族，是热闹为主啊，所以我希望现场所有长辈、所有来宾，把您最高的热情化作祝福，祝福的掌声和呐喊声。再一次，首先让我们感受一下，让一对新人感受一下大家的热情。好不好？我喊1、2、3，大家一起说新婚快乐，好不好？好。来，准备3、2、1，新婚快乐！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们欢聚一堂，共同见证一对新人的幸福时刻。那么非常荣幸受到一对新人的邀请和委托，主持今天的婚礼仪式。在此，我仅代表一对新人以及双方的爸爸妈妈，对各位长辈、各位来宾、各位亲友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谢谢各位！农历腊月初7，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们欢聚一堂，共同见证新郎王权先生和新娘泽翁拉措女士2位新人的幸福时刻。下面我宣布今天的婚礼仪式正式开始。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出我们的所有来宾、所有长辈，您的掌声呐喊声，有请今天我们帅气的新郎首先闪亮登场，掌声有请。高大威猛啊，我们的这个新郎官今天是非常的帅气啊。此时此刻，我想采访一下你啊，你此时此刻的心情，给我们所有长辈、所有亲友这么多好朋友、这么多亲人来到这里，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好不好？好，此刻的心情无比的激动、开心、高兴、快乐，无比的激动，无比的开心。来，此时此刻把我们的热情的掌声送给我们帅气的新郎，谢谢。好的，此时此刻你的美丽的新娘已经在那边等候你，请你步入你的婚礼殿堂，迎接你美丽的新娘。
来把掌声送给他，谢谢。在这个神圣而温馨的时刻啊，我们迎来了一个意义非凡的交接。如下的父爱陪伴女儿走过了人生中无数个重要的阶段，从嗷嗷待哺到亭亭玉立，她是女儿最坚实的依靠。现在她眼中满是不舍，却又带着欣慰。而站在对面的女婿，他带着未来的承诺和担当，坚定地准备迎接这份责任。父亲，请您放心，从这一刻起，这位优秀的年轻人将接过您手中的接力棒，和您一样，用爱为您的女儿遮风挡雨。请新郎走向美丽的新娘，并大声说出你的爱情誓言。我会好好对你一辈子。掌声在哪里？有请我们的爸爸把女儿的手郑重地交到女婿手中，这不仅是手与手的相牵，更是责任与爱的传承。谢谢父亲，谢谢，来把掌声送给爸爸，谢谢。来，有请一对新人步入婚礼殿堂，掌声有请。王权先生啊，不仅英俊潇洒、忠厚诚实，而且有一颗善良的心，为人和善，不仅工作上认真负责、任劳任怨、成绩突出，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好青年。我想问一下在座的所有长辈亲朋，大家觉得今天我们的新郎官帅不帅？非常的帅气啊，英俊潇洒。我们的新娘泽欧拉措女士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具有东方女性的内在美，不仅温柔体贴、知人为人、勤奋好学，而且特别善于当家理财啊，手巧能干，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好姑娘。那么，请问一下在座的所有长辈亲朋，今天我们的新娘美不美？非常的帅气，非常的美丽啊！今天没有复杂的婚礼流程，只把时间和心意留给最核心的陪伴。他们的婚礼以轻松纯粹为底色，没有多余环节，只邀请生命里最亲的人共同见证这份坚定的幸福。那么我们进行下一项议程，请新人相对而立，相对而立，将与你共度一生的姑娘，从今天起，她会是你清晨醒来时第一眼看到的人，是你疲惫时最想依靠的港湾，是你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要携手同行的伴侣。现在，请你郑重回答，你是否愿意娶泽翁拉措女士为妻？无论她年轻貌美，还是容颜老去，无论健康顺足，都始终爱她、尊重她、守护她，用一生的时光履行这份承诺。请问一下新郎，你愿意吗？我愿意。你们的掌声在哪里？新娘泽翁拉措女士，请你望向身边这位即将为你撑起一片天的男士。从今天起，他会是你委屈时的聆听者，是你往后余生里最坚实的依靠。现在，请你郑重回答，你是否愿意嫁给王权先生为夫？无论他意气风发还是平凡朴素，无论晴空万里还是风雨来袭，都始终陪伴他、信任他、爱他，用一生的温柔履行这份约定。请大声告诉我们，你愿意吗？我愿意。掌声在哪里？好的，一份爱情需要一份信物来见证。此时此刻，有请我们一对小花童，向新郎新娘对彼此的爱循环往复，永不停歇。首先，有请新郎为新娘戴上戒指。请你记住，这枚戒指套住的不仅是她的手指，
更是你一生的责任与守护。往后风雨，你是他的港湾；往后星空，你是他的同行者。来把掌声送给新郎，谢谢。接下来有请新娘为新郎戴上戒指。这枚戒指啊，是信任的嘱托，也是温暖的牵绊。愿你用温柔融化他的疲惫，用理解陪伴他的征途。从此，他的故事里永远有你的名字。再次把掌声送给新娘，谢谢两位小花童，来把掌声送给小花童，谢谢。来，我们小花童入席就坐。一个身份，丈夫和妻子，请握住对方的手，感受这份沉甸甸的幸福与责任，也让我们共同见证，从这一刻起，你们将以爱为名，共度余生。掌声在哪里？我们的交杯酒环节，请我们的伴娘做好准备，请新郎新娘端起交杯美酒。新郎王权先生，新娘泽欧拉措女士，牵起彼此的手，弯起手臂，让全世界见证你们的幸福。大家掌声、欢呼声为他们的爱情助力。请到了我们新娘的舅舅，也是今天的证婚人，上台为我们的一对新人证婚。你们的掌声、欢呼声在哪里？尊敬的各位长辈、各位亲友，大家好！我今天非常荣幸能在这10面山清水秀的福地，为王权先生和泽欧拉措女士担任证婚人。我谨以证婚人的身份郑重宣布，两位新人情投意合，自愿结为夫妻，婚姻合法有效，神圣庄严，10面山水为证，亲友相立为鉴。愿你们互敬互爱，孝顺父母，同心同德，勤俭持家，风雨同舟，相守一生。最后祝2位新人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幸福美满。也祝在座的各位身体健康，万。最后我用我们的藏语再次祝福两位新人。扎起比东坡跟出个恩普陀，让你地气小，碰能疼着的，亚也们猜到的，让从扎起子，不然差距级，没猜地气小，多拿是用轻松个看绿绿大大，是用轻松个再去80级，没拿彩铃那边的，去了拍看大气级，扎起的嘞，喷生出比扎起脚，龙水老东娘比扎起脚。这些老东娘比扎起脚，在他清理人为扎起脚，多拿蹲个这比扎起得了脚。来，再次把掌声送给舅舅，谢谢，感谢你精彩的发言，感谢你的证婚，扎起得嘞。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是我们藏族人就是传统习俗献哈达的时候到了，朋友们，哈达在我们的后边后边。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现场的所有长辈、所有亲朋，为我们的一对新人送上圣洁的哈达。哈达在我们藏民族当中就是吉祥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一对新人在以后的风雨当中吉祥如意，一切顺风顺水，和和睦睦，永结同心。把哈达收一下，留几根就可以了，稍微留几根。好，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是我们邀请到现场的所有长辈和亲友上台，和一对新人合影留念。来，此时此刻抓紧时间来到舞台之上，我们的所有长辈和亲友来到舞台之上，我们的新郎新娘往前走一点。咱们新娘那边多闪一点，那边人多。新娘，你的右手边人比较多，那边闪一点。闪来了吗？远方来的亲戚、舅舅、舅娘那些，感谢大家。然后我这边给大家点一首歌，谢谢。场还在的所有嘉宾、所有长辈，端起你手中的酒杯，没有酒的我们端上饮料，然后我们一起干一杯，大家准备好啊！来，我喊1、2、3，大家一起说，祝新郎新娘新婚快乐，好不好？好的，咱们远的朋友也准备好啊，亲朋好友们来站起来，一起倒数3个数，3、2、1，祝新郎新娘新婚干杯！
一个没才忙的弄的，是不刚刚有一些的，我用个用特别是过的是的，妈妈他妈推的特别扎给我那个扎给的。那做别那做做干了去，查拉西别说了，学了别啊，做不到啦，啊做不到啦，查拉西别说了，上街做马去哪里？查拉西别说了，学了别啊。谢谢，么么哒。啊，祖国多啦，啊，祖国多啦，咱西边说啦，上街做马去哪里？咱西边说啦，去哪边啊？咱西说。地上欢度良辰，我们一起相聚，充满欢笑。高叙旧飞马美酒，谢你啊，远方的朋友，啊，尊贵的客人，请你喝下上街做请喝酒，祝愿朋友吉祥如意。啊，吉祥如意，穷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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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上的仙女献给我的表弟，还有我的妹妹，也祝愿亲朋好友们新年快乐。也祝我的表弟和妹妹新年快乐，开始的，祝祝